30分鐘精讀一本書，今日繼續嚟傾人性嘅弱點最後一部分。之前我哋傾咗相處技巧，同埋令人鍾意你嘅內容。好多朋友話用咗之後，同屋企人、同事嘅關係真係順咗好多。今日我哋嚟行呢最後一部分，亦都係成本書最能夠幫你解決實際問題嘅硬核內容，就係點樣不動聲色咁說服人。你有冇試過好似咁樣好攰嘅時刻啊？明明自己嘅想法係啱嘅，同同事提啲建議，人哋根本唔當一回事，想叫屋企人配合做啲嘢，傾住傾住就嘈起身，同客戶傾合作，講到口乾舌燥，人哋都唔肯簽單。其實唔係你唔識傾偈，而係你冇摸透說服人嘅底層邏輯。卡內基喺呢部分入面冇教啲花里胡哨嘅套路，全部都係經過驗證嘅實戰方法。今日講透呢7招。唔論係家庭溝通、職場協作定係商務談判，都可以令你講一句頂10句，仲唔會得罪人。第一招，唔好直接反駁人哋，先認同再引導，消除對方嘅戒備心。我哋先諗一個場景，你同朋友傾工作話，試下做線上推廣啦，依家流量好多，對方即刻打斷你話唔啱啊，線上好蝕錢嘅，冇咩效果，你係咪即刻就冇晒耐性？唔係同佢爭到面紅耳赤，就係不歡而散。呢唔係因為觀點唔合，而係人性嘅自我保護本能喺度搞鬼。卡內基話，當人俾人否定嘅時候，會先啟動防禦模式，嘥個腦淨係諗住證明自己冇錯，根本唔會理性分析。就好似你着咗副盔甲，人哋一嚟就俾你一箭，你第一反應肯定係反擊，而唔係除咗盔甲嚟講道理。書入面有個好經典嘅案例，美國前總統威爾遜嘅助理豪斯係出咗名嘅隱形軍師。有一次豪斯有個經濟改革嘅想法，佢知道直接提建議威爾遜好大概率會反駁佢，於是佢揾機會同威爾遜傾經濟形勢，不經意咁將自己嘅想法混入去，仲故意話不過呢個思路可能有漏洞，執行層面嘅問題我仲冇諗清楚。威爾遜聽到之後雙眼發光，打斷佢話呢個想法好啊，執行嘅問題我嚟解決。最後仲將呢個想法當成係自己嘅決策去推動。後來有人問豪斯有咩秘訣，佢話我從來都唔會話總統你錯咗，亦都唔會話我比你聰明，淨係將自己嘅想法借俾佢，等佢覺得係佢自己諗出嚟嘅。邊個會拒絕自己嘅想法啊？仲有卡內基嘅學生弗蘭克格雷厄姆係做脈衝型機械嘅，以前客戶話佢哋嘅機械好貴，佢就好急住反駁，話一分錢一分貨。結果客戶唔係頂佢返嚟，就係趕佢走，業績一直都好差。後來佢改咗溝通方式，有一次見一間工場嘅老闆一開口就話：你哋嘅機械比其他家貴咗20%，我唔買。格雷厄姆冇反駁，反而笑住話：黃總，你講得啱，我第一次睇報價單嘅時候都覺得貴，如果我係你，我都會諗下呢啲錢使唔使得值。認同對方嘅顧慮，但你經營工場咁耐，肯定識得計隱性成本。我哋買機械唔單止睇前期嘅價格，仲要睇後期嘅維護同效率。我哋嘅機械故障率比其他加低咗80%，有啲客戶用咗5年都冇大修過，作業效率仲高咗15%。你間工場2班倒，一日可以多產出200幾個零件，你計下條數啦。買呢批嘅機械一年要修3-4次，耽誤咗工期同埋維修費，比呢20%嘅差價仲要多啊！引導對方計長遠啲嘅數，老闆攞計算器一計，當場就訂咗2台，後來仲介紹咗其他客戶嚟。格雷厄姆話：以前我成日諗住說服對方，將人哋推到對立面，而家同佢哋一齊分析問題，佢哋反而肯聽我講嘢。我哋點樣用呢一招啊？記住呢個萬能公式：認同感受加解釋原因加引導方向。好似細路話我唔想做功課，好悶啊，唔好意佢一定要做。而係話媽媽知道做功課好悶，如果我係你，我都想先玩一陣。認同佢嘅感受，但今日功課唔多，40分鐘就可以做完啦。解釋原因，做完我陪你玩積木，睇10分鐘動畫片，好唔好？引導方向。再比如同事話呢個方案太複雜，執行唔到，唔好話佢你係怕麻煩，而係話你講得啱，方案入面確實有啲環節好曲折，執行起嚟好難搞。認同佢嘅觀點，我之前諗過將第3、4部分合併，再將分工寫得詳細啲，解釋自己嘅想法。你經驗比我豐富，你覺得咁樣調整會唔會好啲啊？引導對方，先順着對方嚟講。消除佢哋嘅戒備心，再慢慢將佢哋引導到你嘅思路上，
呢樣比直接反駁有效100倍，說服人唔係好似打辯論賽咁，唔使一定要贏，而係大家一齊揾解決問題嘅辦法。第二招，唔好講你想要啲咩，淨係講對方可以得到啲咩，用利益去驅動對方。卡內基話冇人會因為你嘅需求去行動，所有人行動嘅動力都係為咗滿足自己嘅需求。你同客戶推銷產品，話我哋嘅產品賣得好，客戶會諗關我咩事啊？但係你話你用咗我哋嘅產品可以慳30%嘅進貨成本，提高20%嘅復購率，客戶肯定會坐直起身聽你講。點解啊？前者講嘅係你嘅需求，想賣貨；後者講嘅係對方嘅需求，想慳錢多賺錢。人係理性嘅，只有見到對自己有好處先會行動。書入面有個推銷員哈利歐弗瑞係賣人壽保險嘅，以前佢業績好差，因為佢成日都話我哋嘅保險保障範圍廣，保費又便宜，客戶唔係話要考慮下，就係直接拒絕。後來佢改咗話術，有一次見一間製衣行嘅老闆，先同佢傾生意。張總，你呢間工行規模咁大，日日都有貨車出入，生意好到爆啊！老闆笑住話都係咁啦。就係好煩，驚萬一出啲咩事，公漢冇人打理。歐弗瑞跟住話：你講得啱，你係屋企嘅頂梁柱，公漢嘅主心骨。但你有冇諗過啊？如果有一日你遇到意外，好似生病入院咁，老婆仔女唔單止會擔心你嘅身體，仲要操心公漢嘅事。工人嘅工資要發，訂單要趕，冇人睇住就會食大本，點出對方嘅擔憂。老闆皺住眉頭話：真係冇諗過咁多，真係好驚訝。歐弗瑞呢時先攞出保險方案話：我呢份保險可以幫你解決呢啲顧慮，每個月交500蚊，萬一出咗意外，保險公司賠200萬。一方面你可以安心治病，另一方面公漢都可以應急周轉，就算冇意外，你60歲退休嘅時候，仲可以攞到100萬養老金，到時就可以安心享受生活啦。明確指出對方可以得到嘅好處，老闆攞起計算器一計，當場就簽單，仲話你唔係賣保險，你係幫我解決後顧之憂啊！仲有卡內基嘅朋友喬治伊史曼係科大嘅創始人，想建一棟辦公樓，好多建築師揾佢都冇搞掂。有個叫愛德華博克嘅建築師先做咗啲功課，知道伊史曼好重視員工嘅體驗，又推動環保。見面嘅時候，博克話：伊史曼先生，我知道你想俾員工有一個舒闊嘅工作環境，仲想為環保出份力，點出對方嘅需求。如果由我嚟設計，每個辦公室都會裝新風系統，可以提高員工嘅效率15%，每層都會設陽光休息區，等員工攰咗可以放鬆下，仲會用可回收材料，慳30%嘅維護成本，每年仲可以少排放20噸碳，好符合你嘅環保理念。講出對方可以得到嘅好處，伊史曼聽住雙眼發光，當場就將項目交俾佢做。後來仲成咗朋友。我哋點樣用呢一招啊？關鍵係先揾到對方嘅需求，再將你嘅想法同佢嘅需求綁埋一齊。好似你想老公陪你去旅行，唔好話我想去你陪我，而係話老公你呢排細日嘅班黑眼圈都重咗好多，肯定好想放鬆下。揾到對方嘅需求，我哋去海邊玩幾日，曬下太陽，吹下海風，唔使諗住工作，仲可以增進下感情。返嚟之後，你做嘢都有精神啲。將自己嘅想法同對方嘅需求綁埋一齊。再比如你想同事幫你整份表格，唔好話你幫我做，而係話你整表格又快又準，上次仲俾領導讚咗添，滿足對方嘅成就感需求。呢份表格我整要2個鐘，仲好容易出錯，你半個鐘就可以搞掂。以後你有需要整理數據嘅時候，我一定第一個幫你，將自己嘅需求同對方嘅需求綁埋一齊。唔好講你需要啲咩，淨係講對方可以得到啲咩，等佢覺得幫你就係幫佢自己，自然就會願意行動。第3招，用建議嚟代替命令，俾足面子對方。卡內基話：人類最深嘅羞恥感就係俾人當下屬咁去指揮，最深嘅滿足感就係俾人當平等嘅個體去尊重。你同細路講，快啲將玩具執好，細路可能會執得更亂，但係你講，我哋一齊將玩具送返去箱入面啦。小熊喺地下瞓覺會唔開心嘅，細路好大機會就會乖乖咁執好。你同同事講，你將份報告改一改，呢度唔啱，同事可能會敷衍了事，但係你講，份報告整體嚟講好靚啊，數據好詳實。如果再補充2個案例，
會唔會更有說服力啊？你經驗咁豐富，你覺得點樣？同事肯定會認真咁改。點解命令嘅語氣會令對方覺得你係喺否定佢、唔尊重佢？建議嘅語氣會令對方覺得你係喺同佢商量、認可佢。書入面有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嘅例子，佢做總統嘅時候，手下有好多資歷深嘅官員，但係都好願意聽佢嘅，因為佢從來都唔用命令嘅語氣。有一次佢想叫國務卿克爾去同英國傾貿易協定，冇話你去傾，下星期俾我結果，而係叫克爾去辦公室，話克爾，英國貿易有幾個問題要傾下，我有個初步嘅想法，不過可能唔夠周全，你對國際貿易比我熟，你幫我睇下，得就得，去對接，有問題我哋再一齊調整，用建議嚟代替命令。克爾好爽快就答應咗，仲花咗好多時間去準備，最後順利締成協定。後來克爾喺回憶錄入面寫，羅斯福將佢當係合作夥伴，而唔係下屬，會令佢覺得自己嘅意見好重要，心甘情願咁做事。仲有個家庭主婦莉蓮吉爾布雷斯，有12個細路，但係佢從來都唔用命令嘅語氣。有一次細路喺客廳入面嘈到飛起，吵到佢冇辦法煮飯。佢蹲低身同細路講：你哋玩嘅呢個遊戲好得意啊，媽媽都好想加入，但係聲音太大啦，媽媽聽唔到水滾咗冇，咁就冇辦法準時食飯咯。解釋原因，我哋細聲啲啦，或者去院子入面玩，等媽媽煮好飯就陪你哋玩，好唔好？提建議，細路即刻就靜咗落嚟，仲將玩具搬到院子入面。吉爾布雷斯話：細路都有自尊心嘅。你尊重佢，佢先會聽你講嘢。生日命令佢，佢只會越來越反叛。我哋點樣用呢一招啊？核心就係將命令式嘅詞語換成建議式嘅詞語，好似將你必須做換成你覺得咁做會唔會好啲啊？將你錯咗快啲改換成如果調整一下會唔會更好啊？將你快啲去做換成我哋唔知要不要先做呢件事。再比如你想老公洗碗，唔好講你去洗碗，而係講老公。你返工咁攰，不過我煮飯嘅時候手背又俾燙到有啲痛，你可唔可以幫我洗下碗啊？如果你唔想洗，聽日洗都得，不過碗放耐咗會有味道嘅，俾足面子對方，維護佢嘅自尊心，佢先會配合你，而唔會同你對着幹。尊重係相互嘅，你尊重人哋，人哋先會尊重你。第4招，主動承認錯誤。你辯解更有力量。卡內基話：犯錯並唔可怕，最可怕嘅係犯錯之後仲死雞鏟飯蓋。辯解只會令對方更加反感，主動認錯反而可以令對方放下敵意，甚至會反過來安慰你。你同朋友嘈交，先道歉話啱，我太衝動，講咗啲唔該講嘅說話，對唔住。朋友好大機會會話我都有唔啱嘅地方，但係如果你話明明係你錯咗，唔關我事，咁就只會嘈得更犀利，兩敗俱傷。書入面有個商人克勞利喺芝加哥開咗一間汽車 4S 店。有一次有個客戶買咗新車，3日之後返嚟投訴，話剎車有問題，差啲就追尾，要求退車。員工都話係客戶操作唔當，自己哋嘅車冇問題，想同客戶爭。克勞利攔住員工，遞杯水俾客戶，話先生，對唔住，全部都係我哋嘅責任。質檢冇做到位，你開咗部有隱患嘅車上路，我好內疚。你唔使急，我而家即刻安排師傅去全面檢查剎車，換個新嘅，再俾你免費升級1年保養，送你一套車載應急工具。如果你仲唔放心，退車還車都得，唔會俾你有任何損失。主動認錯，提出解決方案。客戶原本一肚火，聽咗克勞利咁講，火都燒咗，話我唔係一定要退車。你哋有責任心就得啦。後來呢個客戶成咗老客戶，仲介紹咗朋友嚟買車。克勞利話：以前佢覺得認錯就係輸咗，後來先明白主動認錯係一重擔當。客戶想要嘅唔係你話自己冇錯，而係你在乎佢願意負責任。仲有卡內基自己嘅經歷，有一次佢去紐約一間酒店演講，前一日發現講稿入面引用嘅數據唔啱，助理話模糊下就算啦。聽眾唔一定會發現，但係卡內基覺得唔得。演講一開始，佢就拎住講稿話：各位朋友，對唔住，尋日我好粗心，將人際關係提升職場效率嘅數據記錯咗，正確嘅係37%，唔係27%。主動認錯，糾正錯誤，我已經改返正啦，但係都要道歉，因為我嘅疏忽，差啲就傳遞咗錯誤嘅信息。如果後面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大家指出來，我一定會改。聽眾冇怪責佢。
仲俾佢鼓掌。有個聽眾話：你嘅真誠比演講內容更打動我哋，你願意承認啲小錯誤，我哋更加相信你講嘅其他內容係靠譜嘅。我哋點樣用呢一招啊？記住唔好揾藉口，唔好推卸責任，先道歉再解決問題。好似你同同事合作忘記咗交份文件，令到項目延期，唔好講我太忙唔記得咗，而係講對唔住，今次係我疏忽忘記咗交文件，耽誤咗進度。我好唔好意思，我而家即刻交，同領導解釋清楚，我會加班補返進度，以後會設個提醒，唔會再犯呢啲錯。再比如你同老婆嘈交，講咗啲傷人嘅說話，唔好講你先頂我嘴，我先講你嘅，而係講老婆，對唔住，啱啱我太衝動，講咗啲唔該講嘅說話，令你好傷心。我知道錯啦，你唔好嬲啦，我哋好好傾下，以後我會控制好自己嘅脾氣，唔會再講重話。主動認錯可以好快咁化解矛盾，仲可以令對方覺得你好真誠、好靠譜，更加信任你。真誠永遠係最好嘅說服力。第五招，用故事嚟代替道理，等對方自己去領悟。卡內基話：冇人中意聽大道理想說服人，講再多你應該點樣做，都不如講一個別人係點樣做嘅故事。故事可以令人產生共鳴，令對方不知不覺咁接受你嘅觀點，而唔會覺得你係喺度教育佢。你同細路講，你要努力讀書，將來先會有出息。細路左耳入右耳出，但係你講，媽媽有個同學好中意數學，每日都好認真做習題，後來考上咗清華，做咗科學家，發明咗好多有用嘅嘢。細路可能會話，我都要努力讀書，做科學家。你同客戶講，我哋嘅產品好耐用，客戶可能會覺得你係黃婆賣骨，但係你講，有個客戶買咗我哋嘅洗衣機，用咗8年都冇胚，後來佢個仔結婚又買咗2台，話我哋嘅洗衣機好耐用，客戶肯定會更加相信你。點解啊？道理係抽象嘅，強加俾人嘅故事係具體嘅，有共情嘅，人更加容易俾故事打動，自己得出結論，而唔係俾人逼住去接受。書入面有個推銷員大夫多伊爾，係賣廚房用具嘅。以前佢同客戶講，我哋嘅鍋係3層不鏽鋼嘅，導熱均勻。唔知麼？客戶唔係話再睇下，就係話自己屋企嘅鍋仲可以用，業績好差。後來佢改咗講法，講個故事。有一次見過阿婆，阿婆話：我屋企有鍋啊，唔使買。大夫坐低嚟話阿婆：我同你講件事，上次我去一個阿嫲屋企，佢都話唔使買鍋。我見到佢個鍋鍋底變形咗，炒菜一邊焦一邊唔熟。我叫佢試下我哋嘅鍋，唔好用就俾返我。過咗1個禮拜，佢打電話俾我話：小弟，你哋個鍋好好用啊，炒菜唔焦，仲慳油。我個孫話我煮嘅餸比以前好食好多。後來佢介紹咗啲老姊妹嚟買，一下子買咗5個。阿婆笑住話：真係咁好用嘅？我都試下，最後買咗1套，仲介紹咗其他客戶嚟。大夫話：講幾多道理，客戶都冇咩感覺。等我真實嘅故事，客戶就覺得係真嘅，唔會呃人，自然就肯買。仲有美國勵志講師保羅曼野，好識講古仔。有一次佢想同聽眾講，堅持好重要，冇講你哋要堅持，放棄就會失敗，而係講自己嘅故事。我啱開始創業嘅時候，第1個月只賺咗32蚊，連租都唔夠交，諗住放棄。有一日夜晚，我諗起我老豆話做一件事，唔做就唔做，做就做到底。我就諗住再堅持1個月，結果第2個月簽咗個大單，賺咗5000蚊。後來我先知道，個客戶原本想同其他人合作，就係覺得我冇經驗，但係好認真唔放棄，先揀咗我。而家我創業10年，間公司越做越大，每次遇到困難，我都會諗起嗰個月，如果當時放棄咗，就冇今日嘅我啦。好多聽眾都紅咗眼。有個聽眾話：你嘅故事好感動我。我最近創業遇到啲困難，原本想放棄，而家決定再堅持下。我哋點樣用呢一招啊？講好一個故事，要包含3個要素：具體嘅人物、真實嘅情節、明確嘅結果。好似你想老公戒煙，唔好講吸煙對身體唔好，快啲戒咗，而係講老公，我個同事小李嘅老公，以前成日都食2包煙，上個月體檢查出肺有結節，醫生話再食落去，結節可能會變大，甚至癌變。佢而家驚到即刻戒煙，仲每日去跑步，話以前覺得吸煙冇咩事，而家先知道身體差咗，咩都冇晒。我哋而家唔戒，遲啲都可能會遇到呢啲事，幾恐怖啊！再比如你想同事支持你嘅方案，唔好講我嘅方案冇問題，肯定得，
而係講上次我哋部門做過一個類似嘅方案，一開始都有人話風險大唔得，結果領導話試下唔得再調整，執行第一個月就完成咗目標嘅120%，領導仲喺會上讚咗我哋。我哋依家呢個方案思路同上次差唔多，做好咗肯定有成績，用故事去打動對方，等佢自己得出我應該咁做嘅結論，比講一堆道理有用好多。說服唔係說教，而係分享。分享一個故事，等對方自己去領悟。第六招，激發對方嘅好勝心，等佢主動去行動。卡內基話，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顆好勝心，都想證明自己得。呢人強，只要巧妙咁激發呢顆心，對方就會主動向住你希望嘅方向行，唔使你成日催佢。你同細路講呢個拼圖好難啊，你拼唔好嘅，細路可能會唔服氣，話我可以拼好嘅，再喺度拼幾個鐘都唔肯放棄。你同同事講呢個任務好難啊，冇人做得成，同事可能會話我試下。加班加點，最後真係做成咗。好勝心唔係攀比，而係一重想證明自己有能力嘅動力。用得好可以令對方由被動接受變咗主動爭取。書入面有鋼鐵大王查爾斯·斯那布嘅案例，好經典。佢管理嘅一間鋼鐵焊有個車間，工人成日偷懶，效率好低，換咗幾個主管都搞唔掂，每日最多只可以鏟6噸鋼鐵。斯那布去車間問主管，一日最多可以鏟幾多啊？主管話6噸啦，啲工人好懶，管唔到。斯那布冇鬧佢哋，只係攞起支粉筆喺牆上寫咗個好大嘅碌，轉身就走。工人見到個碌就開始議論紛紛，老闆以為我哋只可以鏟6噸，好睇小我哋啊，我哋肯定可以鏟更多。聽日加把勁，超過6噸俾老闆睇下。第二日斯那布冇嚟，牆上嘅6改成咗7，當日就鏟咗7噸。斯那布笑咗笑，冇出聲。第3日7改成咗8，產量都跟住升到8噸，路咁樣。工人你將我趕，最後每日可以鏟12噸，比之前多咗1倍。後來有人問斯那布有咩秘訣，佢話我落命令冇俾獎勵，只係激發咗佢哋嘅好勝心。佢哋唔想俾人睇小，想證明自己可以做得更好，自然就會努力。仲有卡內基嘅學生約翰·愛默生，係個銷售經理，手下有個推銷員湯姆，業績好差，同佢傾咗好多次，湯姆都話我已經好努力啦。愛默生換咗個方法，將湯姆叫入辦公室話，湯姆最近有個50萬嘅辦公設備訂單，個客戶好難搞，之前好幾個推銷員都搞唔掂，話呢個客戶好難搞，簽唔到單。我覺得呢個任務對你嚟講可能有啲難，但係我都想問下你想唔想試下？如果你覺得難，我再揾其他人，點出難度，激發好勝心。湯姆一聽唔服氣，話佢哋話難唔代表我唔得。你俾個機會我肯定搞得掂。結果湯姆花咗1個禮拜去研究客戶嘅需求，去咗3次客戶公司，真係簽成咗單。後來湯姆嘅業績越來越好，成咗銷售冠軍。愛默生話湯姆唔係冇能力，而係冇動力，激發佢嘅好勝心。等佢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其他人做唔到嘅事，自然就會好有衝勁。我哋點樣用呢一招啊？關鍵係用挑戰嚟代替要求。用其他人做唔到嚟襯托你可能做得到，好似你想細路多啲讀書，唔好講你要多啲讀書，唔係成績會好差，而係講呢本書有啲難啊，好多小朋友都睇唔明。不過我覺得你比佢哋聰明，或者你可以睇明，想唔想試下？再比如你想老公多啲做家務，唔好講你可唔可以多啲做啲嘢啊？唔好成日喺度瞓，而係講呢個衣櫃好難執啊，我執咗成半日都執唔好。你俾我細心，肯定可以執得又快又好，試下啦。要注意，激發對方嘅好勝心，唔係貶低對方，唔好講你肯定做唔到，而係闊度咁挑戰，等佢覺得自己可以做到，想證明俾你睇。太過火會令對方覺得你係喺度揶揄佢，闊得其反。第7招，俾個台階對方落，唔好將人逼到絕路。卡內基話，說服人嘅目的係解決問題，而唔係贏咗對方。如果你將人逼到冇台階落，就算佢知道自己錯咗，都會硬黐到底。呢個台階對方落，佢會好感激你，更加願意接受你嘅觀點。你同朋友爭論，話你呢個想法完全唔啱，我先啱，你快啲認咗錯啦。朋友可能會話，我就覺得我啱，錯咗都唔認。但係你話，你嘅想法都有啲道理嘅，想得好周全。不過我有個小建議你聽下，可唔可以令你嘅想法更加完善啊？朋友可能會話，你講啦，如果好嘅話，我就採納俾個台階對方落，其實係俾雙方留啲餘地，等對方唔使丟面咁接受你嘅觀點。
呢唔係妥協，而係一重智慧，既要解決問題，又要維護關係。書入面有美國前總統林肯嘅例子，林肯做律師嘅時候，接手咗一個案件，對方嘅律師係個名嘴，喺法庭上滔滔不絕講咗2個鐘，列舉咗好多證據，但係林肯聽出好多證據都係假嘅，邏輯有漏洞。如果係其他律師，可能會即刻企起身話你講嘅全部都係假嘅，你喺度逼。但係林肯冇咁做，佢等對方講完，好平靜咁同陪審團講，對方律師嘅演講好精彩，我好佩服佢嘅口才。佢提到要尊重事實，我好認同。不過我想分享幾個小細節，可能佢冇留意到，我哋大家一齊諗下。跟住林肯逐一指出漏洞，攞出自己嘅證據，最後贏咗個官司。後來有人問佢點解唔直接反駁，林肯話如果直接話佢錯咗，佢肯定會諗更多理由嚟反駁我，好浪費時間，仲會顯得我冇風度，俾個台階佢落。等佢知道我係喺度討論問題，而唔係攻擊佢，佢先會肯聽我講。陪審團都可以理性判斷。仲有梅林海嘅創始人馬麗海嘅例子，有一次佢發現區域經理揾咗個唔靠譜嘅合作夥伴，令到公司食咗10幾萬，好多高層都以為佢會鬧個經理，甚至炒佢魷魚。但係馬麗海將經理叫入辦公室，倒咗杯咖啡俾佢話：我知道你呢次推廣好落力，10日加班，想打開個新市場，你嘅努力我都睇到。不過呢次個合作夥伴真係有問題，我哋大家都冇預先做背景調查，唔可以全怪你，大家一齊承擔責任。而家我哋一齊諗下點樣補救，好似同合作夥伴協商下減啲損失，再揾個靠譜啲嘅合作夥伴，將個市場搶返嚟。你經驗咁豐富，肯定可以諗到更好嘅辦法，係咪？經理原本都諗住俾鬧到走嘅，聽咗呢番說話好感動，紅住眼話：老闆好感激你信任我，今次係我疏忽，我一定會盡快補救，將啲損失賺返嚟。後來個經理花咗3個月時間去協商，減咗一半損失，揾到咗個新嘅合作夥伴，將市場份提高咗2成。成咗公司嘅骨幹。馬麗海話：每個人都會犯錯，將人逼到絕路，佢可能會破罐破摔，俾個台階佢落，等佢知道你仲信任佢，佢就會拼盡全力去彌補。我哋點樣用呢一招啊？核心就係先肯定對方，再提建議，唔好將責任全部推俾對方。好似同事份報表有錯，唔好講你呢份報表錯晒，點解咁唔認真啊？而係講，你呢份報表做得好詳細啊，數據收集得好齊，看得出你花咗好多心機。不過我睇第3部分嘅銷售額數據，好似有啲問題，可能統計嘅時候唔小心搞錯咗，你再核對下，有需要幫忙隨時揾我，我哋一齊改好佢。再比如老公煮嘅餸好鹹，唔好講你煮嘅餸咁鹹，食唔到嘅連煮個飯都煮唔好，而係講老公，今日呢個餸聞落好香啊，賣相又靚，你煮嘢越嚟越掂啦。不過如果鹽落少啲，就更加合我口味啦。下次試下少落半隻鹽，好唔好？俾個台階對方落，可以令對方好愉快咁接受你嘅建議，又可以維護好關係。記住，說服唔係要打敗對方，而係大家一齊解決問題。問題解決咗，關係又冇破杯，呢先係最好嘅結果。最後，人性嘅弱點唔係一本教你用套路嘅書，而係一本教你真誠待人嘅指南。到呢度，人性嘅弱點3個核心部分就全部拆解完啦。好多人覺得呢本書係教你點樣搞定人嘅，其實唔係，佢嘅本質係教你理解人性，真誠咁對待人。